向支持及致力推動本地創作嘅 Fashion Community Kitaract 潮流會社，旗下 in-house labels 包括 K2、Kitaract、Indohomie、AYK 同 Eset by Kitaract， 設計針對不同年齡層面嘅潮男型女，風格各具特色。其中一向走街頭換味、色彩斑斕奪目嘅 K2， 繼生產潮人 must-have item K2 成力拔6圈鋼標之後，更首次同 Converse 玩 crossover， 推出亞洲區限量版 Dirty Denim 於香港區獨家發售。講返呢對 Dirty Denim， 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全部由人手潑碼，所以每對嘅花紋都完全唔同，獨一無二。而且呢個屬於 unisex 嘅鞋款，好容易襯衫，無論係着褲、裙、少女啲嘅 casual wear， 抑或街頭便服，都一樣襯得咁靚。Dirty Denim 數量約有200對，每對舒服價279蚊，非常抵玩。Dirty Denim 推出只有短短1星期，反應熱烈，大熱 size 所剩無幾，要買趁手啦！想知道更多潮流資訊，就要留意逢星期2嘅潮流頻道啦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我就繼續揀衫啦，拜！